第8章喊驚3。有一個星期六，嗰日唔使返學，我約咗一班朋友出街玩，所以屋企只得阿妹一個人。當晚我返到屋企，阿妹同我講，佢話我出咗門之後，幾分鐘後行過我房，見到我響房入面盤膝坐響床，低頭打坐，佢嚇到即刻走返自己房。已經試過太多次，其他人見到另外一個我，除咗依樣嘢之外，我發覺自己嘅第六感特別靈敏。有一次放學返屋企，我行到屋企樓下，突然腦海中飄過爸爸媽媽響客廳傾偈嘅畫面。當時心諗，黐線咩？呢個時間爸爸一定返緊工，爸爸唔會響屋企。點知我一開門就出現一模一樣嘅畫面。又有一次我放學嘅時候，突然腦海中閃過我同我媽媽鬧交，佢仲打我添。我第一時間同家姐講，她當然唔信啦。點知返到屋企，真係靈驗咗情景又係一模一樣。仲有一次更加離奇，我腦海中浮現一個畫面，見到我好朋友響度講電話，話題內容係講我是非，說話好難聽，而且夾雜好多粗口。佢講嘅每句說話我都聽得好清楚，就好似企響佢側邊睇住佢講電話咁。我好奇心起，又想確認下真假，我就打俾佢問，你頭先係咪同人講電話啊？佢話係啊，就係你打呢個電話嚟之前，一收線你就打嚟啦，做乜咁問？我心諗，即係我已經感應到一半啦。我將佢同人講電話鬧我嘅說話原本講返出嚟。我問，你頭先講電話內容係咪咁？佢停咗幾秒冇答我。我預感好準，有時又未必一定係壞事。我同屋企人親戚打牌，我都會預感到摸到咩牌，打啲咩牌會贏，甚至會贏少少錢，但唔會贏得多。其實我由細到大都唔中意賭錢，只係同屋企人玩下，我覺得贏幾多都係整定嘅。我一直覺得有靈體，成日扮我把聲，整啲古怪嘅事出嚟，我已經習慣咗。直到有一日，我大約10幾歲時，媽媽帶我去黃大仙求簽，幫我地球學業，之後揾咗一個伯伯解簽。伯伯幫我解簽時，同我媽媽講，黃大仙話你個女魂魄唔齊喎，佢3魂唔見咗，7魄都走咗。我媽好緊張問，咁佢啲魂魄去咗邊？點解會咁？阿伯話，可能佢曾經嚇親，所以嚇到啲魂魄走咗出嚟，唔識返入自己身體。魂魄就響度周圍走，平時會去佢經常去嘅地方，例如屋企、學校咁，去啲佢中意玩嘅地方。然後伯伯話要做個叫喊驚嘅儀式。我地球簽嗰日差唔多到農曆7月，佢話你到嗰日燒完街衣之後，就做個喊驚，將你個女嘅魂魄一次過叫返嚟啦。